介紹油麻地王子酒店。我哋 ready go 入去啦，好嘛？好啦，我哋開始入去啦。入到去之後呢，其實個地方好闊落啦，佢啲台呢都擺得好疏落嘅，咁唔會有個壓迫感啦。另外你中意呢，就坐喺露天，佢都 set 咗幾張台喺度嘅，咁坐落去嘅環境呢都幾舒服。餐方面呢，有個雜菜湯同蒜蓉包，飲落個雜菜湯味道都唔差，都幾好味。咁另外個蒜蓉包食落都好脆口。個唐揚雞牛魚雞蓋飯68蚊，個水牛城豬肋骨配地瓜菜係78蚊。好，首先將個蛋同啲飯撈勻咗先。咦，食落個飯口感都唔差，雞肉都冇韌嘅感覺。咁喺王子酒店呢，咁其實環境都幾舒服啦，人流唔算多。咁如果你中意呢，就可以坐呢個露天嘅地方食嘢又得，或者係室內噶。咁其實大家中意呢，不妨嚟試下。咁其實佢價錢 OK 喎，如果以酒店嘅地方嚟講，價錢唔貴，值得一試嘅。好，今日呢，終於有時間啦，喺放假嘅時候嚟下王子酒店試下佢嘅 tea 啦。長島潛艇熱狗44蚊。個芝麻醬溝埋啲沙律咧，都幾清新，個味都幾好。而家試下個熱狗先啊！個熱狗好大嚿啊！咬個芝士同啲醬咧，擠晒出嚟啊！呢個真係好大份，好抵食。其實如果唔食飯咧，晏晝嚟食呢個咧都好飽。蜂蜜西多磚38蚊。個雞皮配薯條就44蚊，個斑馬火腿芝士汁配嫩菜沙律48，水牛城汁趙氏豬扒漢堡係50蚊。地址喺九龍油麻地廟街50號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嘅介紹啊！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 我㗎。嚟緊我會為大家介紹更加多不同嘅美食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